大卫王。赞美主，赞美主，想当年的大卫王。赞美主，赞美主，想当年的大卫王，想当年的大卫王。当生命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想当年的大卫王。当生命在我的心，我要歌颂主，想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想当年的大卫王。我要唱，我要唱，想当年的大卫王。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第53天的共读。今天要请丰盛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咱做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保守看顾阮一个平安，去小许阮新的一天。今仔日就开始，阮要用读你的话来做开始。愿你的话成做阮日常的帮助，来荣耀主你的名。也求你保守阮今仔日出这种平安，祝福阮的工作身体。你开始大声安尼祈祷，我是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下的第20章看见大卫还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还过了约旦河，就又遭到示巴的背叛。示巴把以色列支派从跟犹大支派分裂脱离。那大卫回到耶路撒冷，先发制人，要求新任的元帅，就是亚玛撒，是大卫另外一个姐姐的儿子，去平息追赶示巴的党徒哦。但是这个亚玛撒没有办法召集这个犹大人，在3天之内就让这个亚比筛和约押去追赶，而约押先刺杀了亚玛撒，让所有的人又来追随了约押。约押也用实力取得他元帅的身份，来追到示巴，追到了北边的亚伯城。而亚伯城聪明的女子呢，用示巴的人头也保住了全城了。那也看到大卫他的王位再次稳固，那他的内阁，他的文武百官也都再次的来安定下来。那么今天要继续来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呢，可以分为2部分，1到10章是大卫的胜利，那11到24章是讲到大卫的忧苦。那大卫的胜利1到4章可以看见是国家分裂，那就是扫罗家和大卫家。第5到第7章呢，看到国家统一，就是大卫做了全以色列的王，那一度在耶路撒冷。那8到10章也看见大卫的国土的扩张，分别打败了周围的国家。但是从11章开始呢，大卫到14章大卫犯罪，15到14章讲到大卫儿子押沙龙的背叛，19到20章讲到大卫因为押沙龙丧子的悲痛，那21到24，那最后这4章可以说是大卫的遗言。那前半段讲的是内战，那中间的关键是犯罪，大卫犯罪，后面讲的是斗争。那整个撒母耳记下的主题呢，延续撒母耳记上，就是顺服跟祝福，顺服就蒙福。那大卫的前7年半是在希伯伦，后面33年在耶路撒冷，所以大卫做王40年。那最后这一段21到24章呢，是撒母耳记的附录，又可以分为6个段落。第1段和第6段都是讲到上帝降祸来惩罚人。那第2段、第5段是讲到大卫的勇士，中间的第3段、第4段是讲到大卫的诗歌，也用希伯来的文字来呈现对称的之美。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最后4章，那也是最后一段的附录。好，那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21章的第1节到第3节。大卫统治期间，曾有严重的饥荒，整整3年之久。大卫为这事求问上主，上主说：“这是因为扫罗和他的家族犯谋杀的罪，
他杀死了基遍的居民。基遍的居民不是以色列人，他们是亚摩利人中的一小族。以色列人曾经跟他们立约，要保护他们，但是扫罗想法子要消灭他们，因为他们偏爱以色列和犹大人民。大卫招来基遍人，对他们说：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我愿意补偿你们以往所受的迫害，好使你们为上主的子民祝福。那从21章这一段的记载呢，不一定是在大卫回来之后啊。好，那这一段记载呢，有的圣经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在前面就发生的，就是大卫甚至在他犯罪以前就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不是把它当做前面几章这样是按照顺序下来，因为它是一段的附录。讲到所以现代中译本加了这个字大卫统治期间曾有严重的饥荒。那表示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这饥荒长达3年。那大卫求问呢，是因为扫罗的关系，扫罗杀了基遍人。那基遍人呢是在耶路撒冷附近，是在约书亚记第9章。好，那时候约书亚进迦南地的时候，基遍人乔装是这个难民，然后要求跟这个约书亚立约，不杀他，不杀他们的后代，所以这个约很重要。好，那但是呢，这里不晓得扫罗什么时候去杀了基遍人。那但是呢，这个因为扫罗可能在扩张自己的国家，或是稳固自己的王位呢，曾经杀了基遍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这个约书亚跟基遍人的约呢，就受到了破坏，所以以至于呢，就带来这3年的饥荒。所以大卫求问的结果原来是出自于基遍人曾经被扫罗给害，就更早以前，所以呢他就来招来基遍人说：我可以为你们做什么？那这基遍人呢，后来到了基遍也是所罗门他被上帝献祭，然后上帝赏赐他只有智慧的地方。还有这些基遍人呢，后来到所罗门盖起了这个圣殿之后呢，这些基遍人就在圣殿里面工作，所以他们又叫做亚提宁也就是基遍人的后代，在圣殿当中是负责挑水、砍柴、出众的工作。那我们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第4到第6节。他们说：我们跟扫罗家的争斗不是金银所能解决的，我们也不愿意杀害以色列人。大卫问：那么你们认为我该为你们做什么呢？他们说：扫罗谋害我们，要消灭我们，不让我们在以色列有立足之地。所以请你从他的后代中交出7个男丁来，我们要在基比亚，在上主面前把他们悬挂起来，就是在上主选立为王的扫罗的家乡吊死他们。王说：我会把他们交出来。好，那所以基遍人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好，那他们就是用祷告，所以基遍人一直都没有来为自己复仇好，那他们就是等候上帝的时间。那上帝就是用饥荒，而且是3年的饥荒，让这个土地呢受到了灾难。所以所以基遍人被询问的时候，他们要求就是要这个司法正义要恢复他们的公道，就是把扫罗的后代要交出7个男丁来。所以有学者认为这个事情是在这个扫罗的后代呢只剩下一个这个伊施波设之前就发生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是扫罗死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基遍人不要钱，好，那他们也不要其他的人他们要的就是扫罗的后代的7个男丁，而且呢是要用公开的处罚，就是要把他们悬挂在基比亚，就是在扫罗的家乡，就扫罗自己的家呢被处死、被吊死。那面对这样的要求呢，那大卫其实有点困难，因为扫罗还没死以前，他已经跟约拿单立约就是要善待约拿单的后代。那还有就是，但是大卫呢，他也必须要顾及全国的民生，因为已经3年的饥荒、干旱，没有下雨，以至于呢造成民不聊生，所以大卫必须要来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大卫答应基遍人会把他们交出来。好，那再请丰盛长老他们来读第7到第10节。大卫王因为曾经跟约拿单有过誓约，所以留下约拿单的儿子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为扫罗生的2个儿子亚摩尼和米非波设交了出来。他们也把扫罗的女儿米拉为米和拉人巴西来的儿子亚得利所生的5个儿子交了出来。大卫把他们交给基遍人，基遍人就在山上，在上主的面前吊死他们。这7个人一同死亡。他们被处死的时候正是晚春，开始收割大麦的季节。扫罗的妃子艾雅的女儿利斯巴，在靠近尸体的地方，用麻布在磐石上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子，住在那里。从开始收割大麦，一直到降秋雨的时候，白天不让飞鸟停在尸体上，晚上不让野兽走近。那前面有提到大卫跟约拿单有誓约啊，所以他扫罗的7个后裔的男丁呢，绝对不能交出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所以他就把这个利斯巴是扫罗的妻子啊，为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艾雅的意思是猎鹰，利斯巴的意思是铺好的路。好，那这名字的原文没有很重要，好，但就是扫罗的妻子呢，还有另外生的2个是约拿单、伊斯波设对不起，约拿单、伊斯波设，还有亚摩尼跟米非波设。好，这是扫罗的这个女儿，扫罗的妻子所生的好另外2个儿子，然后就把扫罗的女儿是扫罗的妾好利斯巴好生了这个米非波设和亚摩尼，然后呢还有扫罗自己的女儿米拉，好米拉本来是要嫁给大卫，后来呢被改嫁之后是他的另外一个妹妹米甲嫁给了大卫。那米拉呢另外也生了5个儿子啊，好那所以前面讲到了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那跟这个扫罗的妾利斯巴有一个儿子也叫米非波设，好是同名。好，那伊斯波设呢，后来他是被这个亚尼尔辅佐成为扫罗接班人啊。好，那但是后来也被杀了。好，所以这总共有7个人，米拉的儿子5个，好，那利斯巴的儿子2个，好，那总共有7个人呢，就在晚春呢，好，就是阳历的4月，好，就是我们今天阳历的4月左右呢，那他们也是收割大麦的季节，好，就在扫罗的家乡，好，就在那里被吊死啊。那但是呢，这个利斯巴就是扫罗的妾呢，为了他的2个儿子呢，非常的难过，好，所以这个事件呢，可能不是在大卫的晚年呢，可能还是在大卫刚刚做王，或是还在做希伯伦王的时期没有多久的时候，所以他为了丧子之痛，那他从晚春呢一直到降秋雨啊，可以说是从4月一直到9月这段时间呢，白天不让飞鸟停在尸体上，那晚上呢不让野兽来走近了，就是一直为着他的儿子在守尸啊。当然这么长的时间呢，那个尸体都已经腐烂或发臭，但是因为当时他们是会用这个保存裹尸的方式，会加上香料，所以尸体可以存放比较久啊。但是他还是一样，等于是睡在这个2个儿子的尸体旁边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好，接着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11到14节。有人把扫罗的妃子利斯巴所做的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基列的雅比，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尸骨搬回来。非利士人在基利波山杀死扫罗那一天，把他和约拿单的尸体挂在伯山的广场，雅比人却把尸体偷了去。大卫带回扫罗和约拿单的尸骨，也收敛了那7个被吊死的人。照着王的指示，他们把扫罗和约拿单的尸骨葬在便雅悯境内的喜
他，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从此以后，上帝垂听他们为国家的祷告。那这个将近半年的时间，好，那这个利斯巴好的这样子的爱子的这个的心呢，好，那不是他的问题，但是因为扫罗流无辜人的血，流了基遍人的血，破坏了约书亚跟基遍人的约定呢，好，那以至于带来了灾难呢，好，也让大卫他有一个动机，就是他要把。那时候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好，扫罗和他的3个儿子战死在沙场上呢，然后被非利士人挂在城墙上，好，砍了头挂在城墙上的尸体。那后来是这个亚比人，好，是基列亚比人，好，基列亚比人的勇士呢，去把他们的尸体给偷回来啊，那并且火葬，好，站在亚比树下，好，在边进食。那后来大卫呢，又把这个扫罗跟约拿当的尸骨呢，好，又从这个伯山广场啊，好，给带了回来，然后安葬在便雅悯境内的喜拉。那这喜拉呢，就是扫罗父亲基士埋葬的坟墓啊。好，所以基列雅比人，好，他们曾经把这个因为感谢扫罗救他们脱离亚门人挖他们右眼的这个灾难，好，所以基列雅比人感戴扫罗，好，把他的尸体好从这个战场上好给救回来啊，好，就是在这个基利波山，而大卫呢，又为了在这个利斯巴好爱子的这个的这种心切呢，好，所以又把这个扫罗的尸体、约拿单的尸体呢，好带回来到他的父亲，好，就是便雅悯的境内，好，那回来厚葬。所以当整个事件都结束之后呢，上帝就垂听他们为国家的祈祷，好，意思也就是说这个饥荒呢，好就结束了。那以当时的火化技术啊，好，跟今天的火化技术是不太一样，好，所以这个今天的火化可以烧的比较灰烬，好，那这个细节的部分虽然圣经并没有描述的很清楚，好，但是让我们知道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发生的过程，好，所以这个是喜拉，好，也是便雅悯的境内，好，其实离耶布斯、离耶路撒冷，好，也都非常的接近哦。那是便雅悯支派，好，所以最后扫罗和这个约拿单呢，他们都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安葬，好，这在当时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能够落叶归根。好，那在诗篇当中，那记载这件事情呢，好，可以参考是诗篇29篇，还有另外一篇是非常著名的诗篇65篇。那诗篇65篇，好，那大卫的诗篇，好，也提到说，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了。好，那所以向上主许愿，就必须要还愿了。那约书亚跟基遍人的约定呢，好，那被破坏，以致造成饥荒。好，那大卫知道必须要处理。处理虽然拆散了家庭，好，那造成了这个利斯巴好丧子之痛，好，但是这也是为了要满足上主的公义啊，好，所以诗篇的65篇呢，最后3节也是应该说从第9节啊，你上帝眷顾地，降雨使地大大肥沃，神的河满的水，神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神浇透地的犁沟，润泽犁脊，降甘霖，使地松软，其中生长的蒙主赐福。你以恩惠为年岁的冠冕，连路径都滴下油脂。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我们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一首65篇，好的背后呢，结局呢是一个充满美丽的画面，好，在这个青山绿水，好，然后羊群成群结队呢，好，那一个非常美好的画面，但是在这前面呢，却是3年的饥荒，
而这当中呢又流了无辜人的血啊，还有包括利斯巴，好，他将近半年的时间，好受伤，然后为了儿子，好这样子白天夜晚，好都不离开，好的这样的心智呢，好也是这首诗篇背后呢感人的一个部分啊。好，接下来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15到17节。非利士和以色列之间又有了战争，大卫带他的部队去打非利士人，一场仗打下来，大卫疲乏了。有一个巨人叫以斯比诺，他带着重3公斤半的铜矛，配着新剑，想杀死大卫，但是喜路亚的儿子亚比筛过来协助大卫攻打那非利士人，把他杀死了。后来大卫的部属要求大卫答应他们，请不要再跟我们出征，免得以色列的灯火被熄灭。好，那到15节之后呢，好，那这里呢，好，跟前面一样，是不是在这个大卫年老发生的事情，好，或是又在补记前面没有记到的事情？好，那应该跟前面一样，这是属于一段补记，好，就是前面可能写下来，好，没有记到，现在又把它附记在这里。因为当时要写书记载呢，并不像我们今天电脑打一打然后插入或是删除或是复制或是贴上，或是我们今天可以再换一张抽一张，以前的是用书卷的方式来记载，所以写了这么长的历史的记载呢，那可能最后这个原作呢，作者用附记补记的方式。好，所以记载又回到大卫的征战时期跟非利士人。好，那有一次大卫去打非利士人，打到大卫疲乏。疲乏的原文的意思就是飞啊，好，飞走了。大卫都可能他的魂魄都快要飞了，快要没命。好，那表示说大卫在打战的时候非常辛苦。那时候面对非利士的巨人，那所以这里把非利士的巨人好几个4个的名字呢都搬出来。第一个叫做以实比诺，以实比诺这个意思就是住在挪伯，所以他可能是住在挪伯的一个巨人。那他的武器的这个矛呢，光上面那个铜矛呢就有3公斤半了。歌利亚的那个矛呢有7公斤，好，是他的1倍，好，再次这也是个巨人。那他也配着新的刀，不是刀，好，原文是配着新的武器，不一定是剑，也不一定是刀，好，那总之呢，这个巨人呢，以实比诺住在挪伯，他的武器很新，好，那他想杀死大卫，但是大卫呢，他的这个侄子亚比筛，就是3勇士的老二，过来帮助大卫攻打那个以实比诺，杀了他。那甚至呢，大卫的部属也要求大卫不要再亲自跟他们一起出去打战，免得以色列的灯火熄灭。好，这个灯火在这里指的就是指以色列王就没有人了。好，因为大卫的后继还没有人，还没有预备好，所以他们也记载了这段的事情呢。好，以实比诺非利士的巨人。好，那再请丰盛长老带我们来读18、19节。这是以后以色列人在哥伯又跟非利士人打起仗来，布杀人西比该杀死了一个巨人撒伯。在哥伯，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又有另一场战争。伯利恒人雅尔的儿子以勒哈难杀了加特人歌利亚4个人的长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粗。那又有一个非利士人，好，这时候地点在哥伯，好，那这哥伯是蓄水槽，好，地点不清楚因为圣经没有其他的记载。好，那又有户杀人西比该，好，西比该，好，这是一个户杀的人那他这个西比该的名字意思叫做编织者。他杀了这个非利士的一个巨人叫萨佛，萨佛的意思就是很高，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一样，跟这个歌利亚一样，非常高的巨人，好，所以这又继续讲到这个非利士的另外其他的巨人，也是非常出名的战役，前面没有写到，
所以又把它补充在这里。那同样又在哥伯呢，以色列人、非利士人还有另外一场战争，由伯利恒人伊勒哈南呢，那伊勒哈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上帝有慈爱，杀了歌利亚。好，那歌利亚呢是到撒母耳记上的那个歌利亚呢，还是另外的歌利亚？好，那这里有不同的解释。不过呢，有部分的圣经学者会认为呢，这个歌利亚是指同一个歌利亚。好，那它的长矛像织布机的轴那么样的粗哦，表示它的武器很重哦。好，一般人都拿不动了，但是他却拿起来好很顺手。那现在就有个问题，那谁杀了歌利亚？是这个伊勒哈南还是大卫？那这个解经呢？解经学者会认为，好，这个伊勒哈南，好，在这里讲的呢，就是指大卫啊。好，那这个雅尔的儿子呢，雅尔就是指耶西啊。好，所以因为他们都是写伯利恒人啊，好，所以最简单的解释方法，好，就是这个伊勒哈南，好，可能是大卫好的另外一个名字，好，雅尔呢可能就是耶西。好，所以这是关于另外一个巨人歌利亚，好，那的事件，好，那它比较不一定是指另外一个巨人歌利亚。好，那所以刚才讲那哥伯地呢，好，就是这个位置不太明确哦。好，那但是呢是在非利士人的境内。好，那再请这个丰盛长老继续带我们来读20到最后22节。后来在加特又有战争，那地方有一个巨人很喜欢打仗，他的双手双脚各有6个指头，共有24个指头。他向以色列人挑战，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杀了他。以上4个人都是加特巨人的后代，他们都死在大卫和他的部属的手下。那刚才前面介绍了3个非利士的这个巨人，好，这里还有第4个，好，那发生在加特，好，那加特也是在非利士的境内，好，那这个巨人呢，很善于打战，好，那他甚至呢，他手脚都是6个指头，所以加起来是24个手指头跟脚趾头。那他呢一直向以色列人来宣战了。那这次是由大卫的哥哥，好，三哥老三示米亚的儿子约拿单，好，来杀了这个有24个指头的巨人啊。好，所以加特，好，就是在非利士的5个城的当中啊。好，那也是这个非利士的大本营之一啊。那么读到撒母耳记上21章，大卫逃避扫罗的时候，好，也曾经躲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好，亚吉呢再让他流放到边好，边疆给他一块地，好，让他在那边可以来耕种，在那边来生活。好，所以这段经文讲到说，以上4个人都是加特的巨人的后代。好，对不起，那个示米亚好是大卫的3哥。好，那大卫是在老7，好，或是在老8当中哦。好，那应该是上面有7个哥哥，好，但是可能有个哥哥呢没有被记载或是夭折哦。好，所以在这边把大卫排在第7。好，所以这个约拿达，其实后来这个约拿达呢在这里有出现。好，这约拿达也是后来给这个押沙龙出馊主意啊，好，要去玷污他大卫的这个妃嫔，好的这一位。好，那所以这个4位勇士，好，4位加特的巨人呢，好，都死在大卫和他部属的手下。好，所以比较要紧的是到底那个歌利亚是谁杀的。好，那在这里的结论还是指是死在大卫的手下。好，那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因为3年的饥荒使得大卫求问，那得知饥荒的根源来自于扫罗杀基遍人违约之罪啊。那虽然前面没有记载，但这个事件呢在这里很重要，所以又补在撒母耳记下的最后。那大卫一方面要处决扫罗的后代，一方面他也要保存扫罗的后代，他必须要做出抉择，所以他保留了约拿单的后代。好，那但是他把扫罗的妾所生的儿子7人呢，都吊死在扫罗的家乡啊。那扫罗的遗孀，好，那这个利斯巴，好，那他的举动呢感动了大卫，好，也
让大卫把扫罗父子的骸骨呢重新带回来，在扫罗自己的家乡来厚葬。那也看见大卫当他逐渐年纪老迈，那年轻一代呢，这些骁勇善战的这些可以起来承接，以免以色列的灯熄灭。好，那也是说大卫呢，他的王朝稳固，能够继续的维持江山呢。好，所以需要团队的服侍，好，没有办法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好，或是长久。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的故事，让我们读到诗篇65篇，知道上帝你恩典当作年岁的冠冕，我们能够享受这一切的恩典，其实背后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流血的代价，牺牲的代价因为上帝你是公义的，你是信实的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能够逃避上帝的愤怒，也愿主你把这样的恩典更多的赏赐于我们四周围的人，也让我们世人能够明白如何不活在罪中，能够活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愿你常与我们同在，圣灵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丰盛长老，谢谢大家，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平安。